续来看台湾的厝市夭寿啊贵。内政部虽然已经推动实价登录，但是也是有未少的问题需要政策来解决。像预售厝的计价无够透明，像这个资讯无对等等等，可能拢会害民众买厝的权益受到损害。今仔日跨党派的立委甲民间团体共同来召开记者会，要求行政院赶紧来提出实价登录2.0的法案，让买厝的资讯更加透明。紧，卡手来说讲到买无这厝会防买了去，这建案的广告你若有看到，拢是差不多每一个建案一个推出就根本卖了去啊，敢真正有影？这个建商然后可能是在一个串通的状况之下，一开卖，投资客马上把它扫光，加价200万之后又再卖一次。入去讲，真正拢是投资客买，一般民众当然第一时间买袂到，除非愿意读介绍甲投资客买，成交了后，投资客私底下再搁甲建商去分，那呢只对消费者来讲，敢是伤过无保障啊？如果他有卖出去2户，那我们就知道，他已经有2%的一个销售率，所以消费者就不会被业者给这个忽略。民众党甲时代力量拢提出在野党版的实价登录2.0，主张换厝要纳入实价登录。登录要有门牌号码，还要增加查核权甲法证。今日包括民众党、时代力量、民进党3位跨党派立委，嘛要求行政院赶紧提出实价登录2.0的法案，让朝野赶紧排案审查通过，民众买厝才搁较有保障。